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27，诗篇116篇7安尼讲：我的心魂啊，就归伫你安息的所在，因为耶和华用大恩款待你。三甲来祈祷，用大恩款待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救赎阮，拣了阮做你家己的子民，毋是根据阮的行为，是照你家己的旨意甲恩典。这个恩典是伫万世以前，就通过耶稣基督赏赐予阮的。主啊，你用慈爱带你救赎的子民，你用权能带阮进入你圣的所在，救赎阮的主啊，因为伫你有赦罪的恩，阮要感谢你无煞。主啊，愿情哪样行迷路，总是基督伫十字架顶亲身担当阮的罪，互阮通得赎回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阮的身魂要归伫所通安息的所在，因为你用大恩款待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